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是耶稣的升天的日啦，上天的日。今仔日经文较济，牧师要请咱家己来读，我用较短的方式来跟咱三甲来分享。今仔日是教会历中间的耶稣升天节，就是讲耶稣基督了后的第40天。再来过10天，就是圣神降临节。今年圣神降临节是伫5月19号。耶稣基督以受钉死、埋葬、割活了后40天才上天。伊做甚物代志？那照圣经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的记载。割活耶稣其实是足无用的啊！咱会当足简单道句过来的，就讲耶稣割活了后的所做的代志。牧师小可甲整理一下哦。伫马太福音28章第9节到第10节，看到这个坟墓的时，天使宣告耶稣基督割活了后。以亲自来这妇人人来显现，成做这个重要的历史证据。相关的记载嘛，记载伫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9节，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12节，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咱也伫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34节。看到有一个经文，亲像耶稣基督有单独彼得来显现，但无真清楚的记载。约翰福音20章19节，耶稣基督割活，迄个门关暗暗的房间内底的门徒来显现。耶稣基督甲因请安，问好，讲愿恁平安。佮互因看伊的顶的婚约。接续伫约翰福音20章26节，记载着耶稣基督搁一届显现，并且互多疑的多马来望伊的顶份的所在。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6节，记载着这个以马五斯的路上。耶稣基督两个门徒甲因同行，并且来显现。伫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13节，耶稣基督着7位归乡掠鱼的门徒来显现。圣经明白甲咱记载，这是第3摆。这一届呢，显现上重要的。就是耶稣基督甲西门彼得的对话。耶稣基督问彼得3摆：“你有听我吗？”得到3摆肯定的答案了后，耶稣基督吩咐伊：“样似我的样。”过来就是两个上天的记载，伫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。记载耶稣基督甲11位门徒去加利利，到了耶稣基督所指定的山，耶稣基督因宣布大使命。另外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第8节，记载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爱伫迄个所在来听候圣神。并且再度宣布大使命，到天边海角爱为着基督来做见证，然后伊就上天。
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，今仔日的经文嘛记载着这段耶稣基督上天的代志。耶稣基督上天的意义是非常重要，这是回应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中间所预言，伊要去为着世间人准备所在，并且要要求天父赏赐迄个保惠师，互保惠师来甲咱同在，互咱记得伊一切的教导，并且应该爱听候圣神的工作，然后甲顺着圣神的引带去服侍，去传福音，去带人归主。因为耶稣基督上天进前宣告，天顶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予我，所以上天呢